呢一日咧係2026年1月31日，咁喺朝頭早5點嘅時候，我已經咧嚟到 West Ealing 車站。咁早嚟到呢度嘅目的咧就只有一個，就係 Great Western Railway 嘅 Class 230咧喺今日正式投入營運啦，並且咧會行走 Greenfield 去到 West Ealing 嘅支線。而職員咧喺車站開放之後咧，就已經將每日名言寫咗上去呢一塊嘅 Service Information 白板上面啦。朝早嘅 West Ealing 車站咧，亦都非常之多列車去經過喎，包括一啲咧啱啱由車廠出發，正在咧係前往 London Paddington 車站嘅 Heathrow Express 列車啦。咁能夠喺呢一個 West Ealing 車站嘅月台上邊，近距離咁樣見到 Heathrow Express 嘅列車行過咧，都係一件非常之難嘅事。因為正常 Heathrow Express 就會喺呢一個 Great Western Main Line 上面嘅快線咧去行過嘅，只會咧喺每日出廠同埋入廠嘅時候咧先至會用慢線嘅。另一方面，每一日嘅第一班列車咧就即將抵達 West Ealing。Sorry. Not yet, but it's going to be on 4 because that's the only way you can go in. 咁呢班嘅 Elizabeth Line 列車就會喺朝早5點09分嘅時間，由 London Paddington 出發，並且停靠 Acton Line、Ealing Broadway、West Ealing、Hanwell、Southall、Hayes and Harlington、Heathrow Central， 咁啊，最後咧喺5點42分抵達 Heathrow Terminal 4嘅。咁喺等緊 Class 230進入月台嘅時間，都同大家介紹下 GWR 嘅快速充電計劃同埋 Class 230啦。2022年嘅2月 ，GWR 咧就宣布計劃喺 Greenfield Branch Line 測試快速充電電池技術。由於咧嗰一條線路嘅電氣化優先次序咧係比較低㗎，唯一可行嘅替代方案咧就係用電池嚟到驅動列車。因此咧 ，Class 230就成為咗一個可行嘅選擇啦。呢個計劃入邊 ，GWR 咧就需要喺 West Ealing 嘅5號月台路軌上邊安裝幾條嘅充電導軌，俾列車嘅鋰電池咧去到充電。咁啊，其實充電過程咧只係需要幾分鐘嘅啫。咁喺2025年嘅8月咧 ，GWR 嘅 Class 230就打破咗單次充電行駛最長距離嘅鐵路紀錄。咁嗰一次嘅行程咧就係由 Reading 出發，並且途經 Paddington 同埋 Oxford， 往返嘅里程達到200英里，打破咗咧之前由德國斯泰德公司喺2021年保持嘅139英里紀錄。最終咧 GWR 嘅 Class 230就喺2026年1月31日咧第一次喺 Greenfield Branch Line 上邊咧係載客營運。並且初期咧只會喺禮拜六嘅時間提供客運服務。咁喺星期一至五咧，仍然都係需要咧柴油列車咧去到營運呢一條支線，亦即係咧 Class 165同埋166，仍然咧都會服務呢一條支線一段時間。GWR 希望咧透過呢一個計劃嘅成功，就將佢咧係延伸至到其他嘅泰晤士河支線啦，例如喺呢一個 Twyford 去到 Henley-on-Thames。Maiden 係去 Marlow 同埋 Bonds End 同埋咧 Slough 去 Windsor and Eton Central 嘅路線。咁我係好佩服呢一個 Firthia Rail 咧改造嘅技術嘅。咁因為咧都好難發現得到咧呢一部嘅列車咧，其實咧已經有超過40年嘅歷史㗎啦。咁既然列車已經到達咗啦，咁即刻同大家上車咧去到參觀一下啦。呢一部列車就有3卡嘅車廂㗎。咁喺第一同埋第三卡咧就有4道車門，並且咧係全部都有座位啦。而喺第二卡裏邊咧就設有一啲無障礙嘅設施，包括係無障礙洗手間同埋一個輪椅嘅停泊位啦。咁係方便一啲輪椅人士使用呢一條嘅支線噶。咁我咧都覺得咧GWR 咧喺呢一個列車貫通嘅嗰一方面咧都做得非常之好啊。咁拆除咗原本有嘅一啲車卡貫通門啦，咁變咗大家喺車卡之間往返咧就唔需要再開門，並且咧令到個車廂嗰個嘅空
間感咧更加大㗎。列車咧就保留咗一啲嘅橫排座椅咧，咁啊好似以前倫敦地鐵嘅時代咁樣㗎。咁嗰啲座位嘅舒適程度咧都唔錯喎，都幾軟啊張凳。咁喺廁所方面咧，就咁撳個掣咧就可以入到去㗎啦。咁啊，裏邊當然咧，由於係無障礙手勢間咧，所以咧都個空間感比較大一啲嘅。咁只要咧撳一撳個掣，就可以係開門同埋閂門㗎啦。咁你可以聽到咧呢一個嘅聲音，就表示咗呢一個廁所門已經關閉。撳個掣就可以出翻去啦，非常之方便。咁 GWR 咧就透過一啲原本喺列車上面嘅廣告裝置咧，嚟到同大家展示下呢一部列車點樣充電，同埋咧介紹。咁 GWR 亦都清晰咁樣喺呢一個車廂裏邊顯示到呢一部列車行走嘅車站同埋咧路線嘅一啲簡單資料㗎。而且咧為咗方便大家咧 ，GWR 咧亦都喺所有座位上面安裝咗一啲 USB 嘅插頭俾大家咧嘅手機或者咧係電腦去到充電嘅。喺一啲高背式嘅座位上邊，我哋可以發現到 Fifthrail 嘅公司 logo。咁 GWR 咧亦都係擺咗一啲橫排式座位喺車廂上邊，俾大家咧去感受一下當年呢一款列車喺倫敦地鐵區域線上面行走時間嘅一啲感受。咁喺列車嘅無障礙廁所上邊就有呢一啲嘅介紹版，俾大家知道，其實呢部列車咧只係需要10分鐘就可以令到佢咧有足夠嘅能源去到行駛超過80英里嘅距離。而另外，亦都咧係設有3款能源嘅價錢比較，咁可以清晰顯示得到，其實咧呢一個電池嘅能源咧係嚟得相當之平。咁喺輪椅位嗰度咧就係設有一張凳㗎。咁呢一張凳咧雖然係優先咗啦，咁其實咧呢啲支線都冇咩乘客嘅，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去嘗試一下呢一張凳啦。咁佢就有一個非常之大嘅 legroom 啊。有冇輪椅停泊嘅時間咧？咁啊，大家去坐一下呢張凳咧，都非常之舒服㗎。咁我相信咧，大部分鐵路公司嘅 First Class 咧都冇呢一個咁大嘅 legroom 㗎啦。而由於咧呢一條支線部分嘅車站月台長度咧係比較短啦，因此咧其實喺車頭同埋車尾嘅嗰一道門咧就係改裝成為緊急嘅車門。喺正常營運嚟講，呢一道車門咧就係唔會開啟㗎。但係呢度咧都保留咗一啲倫敦地鐵 D-Stock 嘅設計。咁喺車門隔離咧就有2張嘅橫排式座位啦。咁喺以前嘅 District Line D-Stock 上邊咧都係有呢2張嘅凳㗎。咁喺 Greenfoot 車站2號月台嘅盡頭就顯示到呢條支線嘅路線時間表咧，就可以顯示得出咧頭班車嘅同埋尾班車嘅時間咧，其實咧係有列車直達 London Paddington。但係咧目前嚟講，由於營運初期啊，呢一部列車咧暫時都唔會去到 London Paddington。咁喺網上資料顯示咧，喺2026年嘅2月14號開始咧，星期六嘅時間咧就會恢復去 London Paddington 嘅服務啦。但係咧，我暫時未能夠證實咧呢一班列車到底會唔會係 Class 230。咁啊，睇得呢一個 channel 嘅朋友咧，都應該係有唔少都係鐵路迷啦。咁作為鐵路迷咧，其實都最想知道列車嘅駕駛室到底有啲咩設備啦。喺呢一度咧就俾大家咧係3幅相啦。咁啊，當日咧 GWR 嘅工作人員咧就好好啊。咁佢哋喺掉頭嘅時間咧就開啟咗呢一個嘅車尾駕駛室嘅燈啦，俾大家咧去近距離喺度參觀呢一個 Class 230嘅駕駛室。作為鐵路迷，能夠見到 D-Stock 再一次咧喺倫敦嘅範圍上面行走咧，都覺得非常之感動。喺呢一個 Greenfoot 車站咧，就可以好輕易咁樣影到咧 D-Stock 倫敦地鐵嘅標誌，同埋咧係倫敦地鐵嘅列車。咁啊喺 Greenfoot 車站服務嘅就係 Central Line 啦。咁我咧都好希望咧未來 GWR 咧考慮咧將佢哋咧係延長翻個服務範圍去翻 London Paddington。咁就可以咧係影到呢一個嘅 D-Train 喺停靠 Ealing Broadway 嘅車站時嘅一啲情景。咁啊，希望咧佢哋真係會咁做啦。而家咧就俾大家咧係聽下呢一個 Class 230嘅一啲行走音先。
多謝大家收睇今次嘅 Class 30介紹。我希望咧 Great Western Railway 未來咧真係可以透過呢一個計劃嘅成功，令到咧 Class 30或者英國嘅鐵路更綠色，咁啊更加多綠色嘅能源咧就保護到呢一個嘅環境。咁今日嘅影片咧就去到呢一度啦，希望大家可以俾個 like、shar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咁我哋咧喺之後嘅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